洪台来说，虽然强度有淡薄减弱，不过议员沈佳凤认为，不管是对南部对一个县市来定了，台南拢爱做好防台的准备，尤其伫个顶界防台还未修缮好的所在，一定爱来加强整备。因此，上午透过市政总咨询，甲着市府各相关局处来探讨。造成的设施设备，我们都有争取到相关的经费，都在进行当中啊。当然，伫咱的后壁。青鸟大白的部分啦，吼，咱嘛有经费咧处理，但是伫台风来的时阵，伊还未改善好，这个部分你有啥物方式应应？有啊，即马就是迄个青鸟，即马已经等咧加固嘛，吼，这个即马已经正在施工中了，是，到明年就应该有完成。我讲施工中，你敢有用什么其他方式来？未好的时阵，你有用可能沙包去动，还是用什么物件去处理？有用太空包啦，吼，太空包去处理，改冻水啦，吼。是。这个部分，还可特别关心一下。来，局长，市长有话要说。那个跟议员报告这个部分，当然我们会加强啦，不能想说台风一定来不来啊？对，我们都要做好准备。那可能台风没来，跟你也有点关系。是因为有风啊。对，我希望他不要来。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，风台虽然强度有持续来减弱，而且开始往东北来转向，接近台湾的西南近海，对着近海以及陆上的威胁，也是未用的来轻忽。台南新闻林彦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